顶礼拜六，伫台南七股有一只海猪看沙，是一只大白兔啊，落被送到这四草的海洋抢救站进行检查，发现讲伊的身体状况真好，过当天下晡就会当伫安平外海野放。这只海猪伫咧抢救站这22点钟，是有史以来海洋海猪送入到抢救站伫上短时间内就送出去野放记录。 救援团队真细腻，护送这只斑片海猪对台南安平出海，20下晡要予伊重回大海。好，放。下去了，一上来就下去了。大家有淡薄仔紧张，关心海猪敢有顺利。这只海猪是19顶埔，互民众发现伊伫七股布轮靠岸。救援团队连夜去现场，甲伊送到成功大学树草金屯抢救站。伊是保育类的印台斑片海猪，母的年岁较大，毋过喘气真有力，身体健康无问题。医师建议爱赶紧野放。健康检查，然后抽血检查的结果其实都是蛮正常的，然后它的游动漂浮，然后跟它的这个挣扎的力道都非常的强，所以不排除它可能是这个。在退潮前，它进入了这个平缓的沙洲地形，没有及时退出。这只海猪伫抢救站才22点钟，创下活体海猪海岸上短时间就放线纪录。王和文表示，全科民众量早通报，避免海猪砸到。团队透暗救援，予伊平安返去大海。记者陈嘉文、赖维做台南报道。